来看台北国际航太国防工业展今仔起过，针对咱国军传出讲有上千只无人船的需求，咱国内三大船厂台船、中信造船、佮龙德造船，拢有展示上新发展的无人船，嘛强调讲拢有侦测、收集资讯的功能，卖当载武器发动攻击，拢要来抢订单。 乌色船身驶伫海边，中信造船打造的中信5号无人船进前会高雄出发，家己到台北，目前天河淡水展现自主航行的成果。台北国际航太甲国防工业展18连续3天，无人载具是这摆上大亮点。国内三大船厂台船、中信造船、龙德造船，各自秀出研发的无人船。 中信造船强调，中信5号平常时用伫台海前线执行巡逻任务，战争时阵用护栏保栏、监测敌舰，采取一只船或者是真侪只船进行打击，传出海巡有想要买。 如果是护卫母舰的话，或者是自杀性的攻击，它配备的武力就不一样。那么这艘船是完全具有弹性的，可以再大一点，可以小一点，可以配备各种的功能都没有问题。甲国军密切合作的台船推出混进魔鬼鱼无人船，主打企图红色供应链完全控制系统，佮得到美国认证。除了上架强度，也有留武器收载空间，用执行真大一体任务。我们在船首会预留大概400到500公斤的高爆炸药。 那在我们三体船主船体跟两侧的侧船体的中间，我们叫做 shoulder， 它那个结构里面，我们目前可以安放2颗轻型的鱼雷。龙德造船这次除了端出黑潮无人艇之外呢，也首度曝光了与英国厂商合作开发的黑鲸水下无人载具，目标呢是执行这个反潜以及反雷的任务，预计最快明年下水进行相关测试。就是那个反潜。 反雷也是可以跟这个国防来做一个结合，争取国防部的一个合作。没错没错，就是看我们增加什么样的 payload 在这个船上面，我们就可以调整针对不一样的任务。中国鱼甲龙德打造快骑无人艇已经通过实践测评，上届一摆悬挂在6架警方一型无人机发动军攻，连炸大号化身自杀无人艇打击中共军舰。有一个预制的空间是可以搭配一个高爆弹头。 那看到我们前面这边也有3个是属于那种轰炸引信的哦，所以它必要的时候做最后的手段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自杀无人艇的一个动用。市场传出国军有1320只无人艇需求，台湾的船厂拢拼全力，要伫国防展争取大订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